你係咪以為贏錢係會靠運氣？其實好早之前已經有人解破咗呢一個密碼啦。佢係一位美國專門同外星人溝通嘅一位通靈師，佢叫做巴夏。佢喺呢幾十年嚟，將接收到外星人嘅信息廣泛分享俾我哋人類。因為外星人想透過巴夏嗰把口，話俾我哋知道呢一個宇宙係有平衡時空，有多維嘅空間，有吸引力法則，有能量場，有高我同埋靈性嘅存在。而巴夏其中一個最驚人嘅啟示，就係話俾我哋知道，原來我哋贏錢係有秘訣㗎，仲可以自己選擇翻自己呈現贏錢嘅實相添。即係話我哋自己可以選擇幾時中獎，相信坐喺度每一位都好想贏錢嘅，係咪呢？咁不如入嚟聽下巴夏佢教我哋點樣有呢個贏錢嘅秘訣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凌風 Windy， 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我會分享一位喺美國與外星人通靈嘅通靈師，佢個名叫做巴夏。巴夏有一個驚人嘅啟示，會教我哋點樣可以中彩票同埋贏錢嘅秘技。我分享巴夏呢個贏錢秘訣，只係想多啲人可以運用呢個贏錢嘅秘訣，擁有佢哋豐盛、富足、精彩嘅人生，成為大贏家。喺呢個時候，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多謝。巴夏有一次喺公開演講中，有一位聽眾問巴夏，點樣先可以中頭獎啊？咁巴夏就答：所有買咗彩票嘅人都係希望能夠中頭獎噶啦。但係當中要贏錢嘅秘訣就係你一定要識得拿捏。巴夏仲話你要將現實嘅頻率調校到去贏錢嘅狀態，千祈唔可以等到你贏錢之後先有贏錢嘅狀態噶。巴夏仲強調，當你買咗彩票之後，你嘅頻率就要同平衡時空嗰個贏錢嗰個你相同，一定要做到兩者嘅頻率對齊，全程投入贏咗錢之後嗰種喜悅、嗰種開心、嗰種興奮嘅狀態。巴夏仲話，你唔係要等到你張彩票上邊嘅 number 成為頭獎，你係要深信你手上呢張彩票裏邊嘅 number 已經係頭獎嘅 number 嚟噶。請記住啦，你有乜嘢嘅選擇就係已經決定咗你嘅結果噶啦。你選擇自己去深信呢啲 number 已經成為頭獎，仲要有意識去調整你成個人嘅震動能量頻率，咁嗰幾個 number 就會喺你現實中成為你心目中嘅頭獎噶啦。我哋點樣先可以調整我哋嘅頻率呢？巴夏教咗我哋一定要從內心嘅感覺、態度、信念、想象力着手，要將我哋嘅行為同埋思想同贏錢之後嘅狀態要保持一致，就好似你已經中咗頭獎一樣，興奮到同周圍每一個人講多謝晒、唔該晒、好感恩你啊！就係要經常保持呢一種狀態，咁頭獎嗰個實相就會俾你吸引咗翻嚟噶啦。個重點就係你要活喺你個願望當中。只有豐盛嘅頻率先可以吸引豐盛嘅人生，要將你豐盛嘅內心投射翻出嚟呢個現實世界。每一個人裏面嘅意識就好似一個發射器咁，我哋所見到嘅現實都係因為我哋自己內心嘅頻率發射翻出嚟所呈現同頻嘅結果嚟噶。只要你長期保持贏錢中獎嘅頻率狀態，將你嘅情緒同信念與目標保持一致，深信覺得自己值得擁有，中頭獎係一件好容易嘅事，亦可以預先為你中咗頭獎去慶祝，盡情去感覺嗰一份喜悅。到時你會發覺成個世界會隨住你內心而轉變嘅。巴夏亦都提點我哋，當我哋買咗彩票之後，就要全情投入，要想象中獎後嘅生活，一夜致富會做啲乜嘢。喺呢個時候，千祈唔可以對中彩票產生負面嘅念頭噶。例如，你會覺得邊有咁好彩，邊有咁易中啊？咁多人買彩票，幾時輪到我啊？買張彩票碰下運氣啊！
當你有呢啲念頭出現嘅話，咁個實相就會隨住你嘅諗法而演變翻你嘅實相出嚟噶啦。巴夏仲有講到，其實世界上所有嘢都係能量嚟噶，無論係心靈嘅層面同埋物質嘅世界，都可以隨心創造噶。你本身帶住乜嘢嘅能量，就會創造乜嘢嘅實相。只要你放低對贏錢嘅負面觀念，你就可以迎接各種嘅豐盛嘅機會，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境隨心轉咯。跟住落嚟就要講下巴夏教咗我哋點樣去買彩票啊！第一步就係你要帶住超級興奮同埋贏硬嘅心情去買呢張彩票。你唔係去搏一搏啊，你係實至名歸，一定會贏得頭獎返屋企㗎。第二就係你要肯定自己買呢張彩票嘅目標，你要清楚知道點解要買呢張彩票。你係想贏呢筆錢去脫貧啊，定係嚟證明一下自己可以吸到幾多錢啊？兩個唔同嘅意願頻率就會產生唔同嘅結果，你會選擇邊個啊？第三步就係要有空性嘅思維。買咗彩票之後，你一定要帶住一個心態，就係無論你中唔中彩票都好，都一定會影響到你嘅心情，因為世界萬物本來就係空性，係虛無噶，所以你中咗又好，唔中又好，你嘅內心都會係非常之強大，非常之豐盛，仲會好幸福添。你係要當買呢張彩票用嚟體驗你嘅人生，佢只係你人生旅程嘅一個景點嚟噶咋，亦可以當佢係一個遊戲。總之就係要淡定，咁咪有錢剩咯。到第四個步驟就係你要進入中頭獎嘅狀態，你要每分每秒保持豐盛富足嘅心態，就好似中咗頭獎之後嘅心情。呢一種豐盛富足嘅狀態，唔單止對你中彩票起作用啊，亦會連帶你人生其他意想不到嘅好事發生。你唔需要去羨慕嗰啲一夜致富嘅人啦，只要跟住巴夏今日分享贏錢嘅秘訣，跟住去做嘅話，你將會成為下一個一夜致富嘅人。相信到時你哋就會心想事成，擁有豐盛、富足、幸福、精彩嘅人生。希望你今日中意呢條影片，歡迎留言俾我啊！如果我今日呢條影片令你清楚知道點樣去中彩票同埋點樣運用贏錢嘅秘訣嘅話，請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多謝。